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有 follow 預言 YouTube 嘅朋友咧，都應該知道咧，預言咧其實都幾中意睇劇嘅，所以咧就冇錯過咧之前咧大 hit 嘅呢一套咧錄劇啦。而且咧因為咧呢一個嘅職業病嘅緣故啦，都會留意演員嘅面相嘅噃。今日咧要講嘅咧就係咧呢一個嘅張寧克啦。張寧克咧佢鼻梁咧中段嘅側邊咧係有粒癦嘅，呢個位置嘅癦咧其實就比較少見㗎。嗱，我哋睇癦咧，首先就要睇癦嘅形狀啦，同埋佢嘅色澤㗎。張寧克咧呢一個嘅癦咧，其實佢色澤幾好嘅噃，形象咧睇落去咧都幾完整嘅，所以已經符合咗咧好癦嘅形態嘅條件之一嘅咯噃。呢個位置嘅癦咧就係代表嗰個人咧係會有主見啦，但係咧切忌太過固執啊，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同人有摩擦或者誤會噶啦。呢粒癦咧亦都有助咧事業運嘅，尤其係中年嘅運勢啊。呢個位置有癦嘅人咧，亦好多時候咧亦都識得咧呢一個嘅隨機應變嘅噃。想知道更加多有趣嘅命理知識咧，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，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